欢迎乡亲继续收看1989扫动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的特别报道。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最后是以悲剧来收场。其实，伫个200公里外，一海之隔台湾，嘛当咧经历民主化的冲击。1987年，台湾解严，政府开放党禁报禁，已经压制真久的民众的力量瞬间来爆发。 老百姓开始加入街头，冲撞国家的体制，像农民运动、像原住民还我土地运动，都拢是当时重大的事件。为着要争取言论100%的自由，当时自由时代这边周刊的发行人郑南榕是放弃小家己来献出性命。刷落来，红列乌名单的海外台湾人冲破禁令，一波接一波偷渡回台。 表达对国家路线无共的主张。迄个年代的台湾，表面看起来宁静，却是充满躁动。到底迄个时阵，人民的力量是安怎来翻动保守的台湾社会的？做伙来了解。台湾地区自76年7月15日0时起解严。我叫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 台湾民主对我来讲，就是我一生奋斗的最主要价值。那么现在大量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市郊或者包括在城内集结，但是现在他们被群众堵住了，下一步就很难说了。 1989年6月73暗时，中正纪念堂的广场，台湾青年甲天安门学运代表的电话连线汹涌登去，所有消息随断转，北京袂输是伫瞬间有上乌幕。 But it happened early Sunday morning local tim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对于中共给予最严厉的牵制，我们认为任有政权的存在，都应当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如果人类可以洗尽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当年四间唱片公司100多位歌手，为了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录制歌曲《历史的空喙》，传唱大家首项，嘛利用各种的海外管道，将歌声带入中共。各大学的校园挂满沉痛的标语布条啊！中国人民更加因为安尼情绪激动，无定着天安门事件的震撼，也影响了日后台湾人伫政治上所选择的立场甲方向。 经历过这些事件，都会感觉，不是我们一步就可以得到民主的成果。所以从两岸的对比来看，你必须要随时去注意它、呵护它，那才可以让它得到一个巩固的成长。我觉得6·4事件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天安门事件变成台湾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要对应中共。 台湾的1980年代社会气氛同款躁动、同款冲突，嘛同款迷惘。台湾地区自76年7月15日0时起解严。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告解严，台湾结束长达38年充满禁忌的戒严时期，嘛终结了威权统治的黑暗年代。那当时前面呢，当然也是有一些压力是。 来自于说党外的这个力量，这个主其位的人、主其事的人，他必须要有个觉悟啊！如果他进行反扑的话，那么台湾的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所以我想是一个正一个反啊。如果你用辩证的这个观点来讲，它就变成一个和，就是有后来台湾民主化。所以这是2方面的一个相辅相成的。
社会运动街头抗争一件接一件，挣脱了枷锁，公民力量加政府的体制一摆一摆啊冲浪。有太多的事情是政府以前没有照顾好的，比方说消费者运动啊，然后环保运动啊，这都是要人民来自觉的。所以在这个转折点里边呢，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出来了。80年代，台湾农家所得偏低。1988年春天，政府宣布扩大农产品进口，农民的怨气总算爆发，甲台湾的民主运动合流。那时候的农民收入一年没有超过23万，但是那时候普遍的公务人员跟一般的收入已经那时候的年代已经超过28万到32万了，所以不能比较嘛。一比较的时候，就公平性就差异就出来了。所以那时候的抗争就是这样。1988年5月20日，全台湾5000几名农民集合伫台北，是台湾战后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不过和平抗争演变成为严重的老血冲突。当时我就站在民国华的宣传车上面，哇，看到一批政报队就400-500名，就整个政报部队就冲出来就看到农民就打政报车的消防队整个把农民驱离掉就喷水这样喷就驱离，那个很震撼5日抗事件，柯万兴当时才28岁，伫民进党负责文宣美编，伊亲眼见证，更加用镜头记录一幕一幕冲突的画面。这场农民运动嘛，牵动到台湾经济发展的脉络。那时候的执政党也为了我们的农民运动，也开过了农民那个会议就是要检讨农民的这些政策要怎么走向。这代表农民力量起来，却让政府对农业比过去更关心，做了一些相当程度的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对付出代价当事人来讲实在太大了，说了很大的谎言。80年代，台湾民主化的浪潮，原住民族嘛无缺席。1988年8月2日，将近2000位原住民穿传统的服装，伫台北街路游行。这是头一摆台湾原住民族兴我土地运动。宪法里头的2条，168跟169条，规定得很清楚，政府应该怎么样扶植跟保护原住民的地位跟权益。但是这40年来，政府这些措施都没有做到。原住民诉求土地正义，嘛带动后期的正名运动，甲兴我母语的抗争行动。当年带头上街路的台毕业生姨丈巴鲁尔，今麦已经是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为社会运动的健将行上中正之路。我们念小学、国中，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原住民也都被教化成说，我们也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从大陆来的。可是，在民主的浪潮里面，经过我们自己的反省之后，发现那是不对啊。我们的祖先说我们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认同跟民族的认同就有一些很重大的改变。我叫做郑南苗，我注定台湾独立。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员警上午持高等法院检察官所签发的拘票，准备拘提因为涉嫌叛乱和鼓吹台独等多起案件而屡传不到的郑南榕。挑战禁区批评施政。1984年，郑南榕创办《自由时代周刊》，刊登柯世凯教授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因此遭受通缉。1989年4月17日，郑南榕为了保卫言论自由，拒绝遭受叛乱罪起诉逮捕，在自禁的第71天选择自焚，表达对执政当局最哀痛的抗议，嘛将家己的性命献祭台湾民主，甚至放杀最爱的亲人。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跟遗憾，也无法补救。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他留给我们大家讲的，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事，捍卫一个基本的作为人的尊严的价值，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用生命去交换。这个是一个郑南榕这些留下来的一个典范。它凸显那个解除戒严、自由化的未完成的这一个历史的现实，
啊，对于后续我们朝向自由化改革来讲，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动力。拍了30年来的街头运动啊，那一幕是最难过的一幕哈，就是边拍边掉眼泪。台湾民主化过程里面，它是给他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哈，就是说他敢为了他的理念哦，言论自由哈，他愿意自焚，就是唤起叫做台湾人的觉醒。 5月19，田南阳告别式，真侪自发的民众参加游行，送田南阳最后一程。被列为海外黑名单的陈婉珍嘛意外现身。因为伫队伍经过总统府前，台湾独立运动参与者詹益华追随田南阳引火自焚。烈火无情，却也撼动了台湾的自由甲人权。 郑南榕自焚那一次哦，我是第一次走上街头。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说，如果像郑南榕这样的一个民主先辈，他们都愿意付出他的生命哦，去追求台湾的民主化，那为什么我们年轻人没办法冒一些险哦，就是说去做一些事情？1989年郑先生过世之后啊，那个海外的黑名单，他们就从海外回来嘛，就说。 郑先生大概带给一些人勇气，就说你看他选择最痛苦的方式，好，那用自己的身体做柴火，然后点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光。从一艘大陆小渔船接运许信良到金满才号渔船，以1000美元的代价协助许信良偷渡入境。 1989年9月27日，黑名单中流亡美国10年的柯信良偷渡入境，在琉球外海被掠，马上被以叛乱罪起诉，并判刑10冬。每个国家人民都有返乡的权利，这是联合国的人权公约里面很重要一个项目。所以，可是海外呢，居然没有人争取，我就很奇怪，好不好？那我是带头，我是首先带头争取。 返乡权利啊！此后一波一波黑名单上的海外台湾人陆续偷渡回台，撬动保守而封闭的台湾社会。我是现任台湾独立建国人民美国本部主席郭培宏，用咱的选票，先向国民党讲，咱一定会赢这条线啦！啊，这一系列突破黑名单，等于是突破言论限制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所以他们牺牲对于台湾言论自由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来讲是正面。台湾的民主化主要是党外当时所谓党外的势力慢慢形成的，并不是想象一套最适合台湾的民主政治结构的事。那么第一个你要有个成熟的民主的政治结构，另外一个你要有个民主的政治文化。所以由这2个标准来讲。 我们要走民主这个道路啊，还有一段路要走。1989年行动历史的分水岭，台湾冲破重重的限制，社会运动真发展，变成日后迈向自由民主的养分。啊，那中国即是以高压扼杀了民主的眼，锁爆了青年对改革的热情甲想象。告别89学潮以后，海峡两端又搁将各自行向何方？